今年元宵节，高雄的义兴堂关帝庙打造一只20栋的牛王，昨暗嘛办祈福示警哦，大约有1500个民众做回来游龟王求平安，现场是真热闹，那么做回来斗热闹。济大人囡仔，大家手画伫大扫顶悬，要做伙将这只20栋重的大牛王游登去庙里。这是高雄义兴堂关帝庙的游牛王祈福活动，现场来了济乡亲排队游牛，有传统的锣鼓赛阵亮阵，嘛有学生囡仔会酒鼓，更有人是穿上红仔衫来参加。和这场祈福活动是闹热气差，袂输是嘉年华会同款。这祈福互有安尼正能量，后这正心正念来互灌互这只大牛王呢。然后来求，你求你就正能量，互伊会当增加更较侪这个福气，互这外地人会当翻新。对初7开始到13，除了答案有2场游牛王祈福以外，庙里也有拔龟的活动。庙方讲，以前拔牛王是拔龟只的，所以拢是好野人咧拔。后来才改做拔牛王的帽仔，互更较侪人来得到福气。另外，今年牛身的白米总共3600包，伫元宵过后，拢会分送给弱势家庭。6、7年了，每一次都2、3只啊。你大概拢拔2、3只？拢2只啊。为什么会想讲要来拔牛啊？就有感应着。囡仔拢喺外口上班，嘿，然后厝里阁有做生意，想讲求一个迄个顺利安尼。除了闹热的拔牛游牛王活动，庙方今年同款有做 LED 的灯会，要送给民众结缘，而且到旧日16进前，庙里逐天中昼甲暗时也拢会传1000粒的便当来发放给弱势民众，和传统文化加一份温暖。记者柯家族、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。